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Go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嘉林邊道嘅嘉林閣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，位於嘉林邊道嘅嘉林閣喺1965年已經係落成，物業呢就係屬於低密度住宅，總共提供36個單位。今次呢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，實用面積1032尺。一入到屋呢，已經係見到單位係成 L 型嘅飯客廳，飯客廳面積呢都相當實用。依家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嘉林邊道一帶嘅遠樓景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擺到一張8人用嘅長形餐台。單位呢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呢靠牆位置做咗2大排嘅儲物衣櫃。主人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嘅。景觀方面，同樣望返嘉林邊道一帶嘅樓景。主人房浴室呢係裝修過嘅，保留返係用浴缸。隔離2間客房呢，面積都相當實用，可以擺到張雙人床、入牆衣櫃同埋大型書台。客廁同樣係有窗。依家就係睇埋個廚房，廚房已經係配備咗基本嘅煮食爐具，預留咗擺雪櫃同洗衣機嘅位置。經過咗呢一個工作平台之後，就係屬於單位嘅工人房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